世人皆知古人着衫好講究，尤其係啲達官貴人行路嗰陣，衫尾拖喺地下，華貴到爆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嗰啲靚到爆嘅衫點解可以喺泥濘嘅古代街道上保持乾淨？古人真係唔怕整污糟啲衫咩？有趣嘅係，一次考古發掘入邊，考古學家發現咗一件保存得好好嘅明代官服。令人驚訝嘅係，嗰件拖地長袍嘅衫尾竟然完好如初，一啲磨損嘅痕跡都冇。呢個令人唔禁要問，古人究竟有乜嘢獨特嘅智慧，可以令到呢啲華貴嘅長衫保持得咁好呢？長衫嘅起源同象徵。講到長衫嘅歷史，就要由戰國時期講起。嗰陣時嘅魏國國君魏文侯就好中意着長到拖地嘅華麗衫袍，每次上朝都要人見到佢衫袍拖地嘅威儀。有一日，大臣李克見到魏文侯呢個樣，竟然喺度大笑。國君點解笑啊？魏文侯問。李克答佢：臣諗起咗楚國嘅一個故事。楚國有個富商，每次出街都要着長到3尺嘅衫袍，行喺街道引嚟無數羨慕嘅目光。但係有一次遇到強盜，嗰件長衫反而變咗累贅，佢俾人追到冇路走，最後都係俾人捉住咗。呢個故事令到魏文侯有所思考，由嗰陣時開始，佢處理政務嗰陣就改住便服啦。但係呢個唔代表長衫就退出咗歷史舞台，恰恰相反，佢喺特定場合反而更加顯得尊貴。到咗漢朝，長衫更加係身份嘅重要標誌。漢武帝時期就有一個有趣嘅規定，大臣上朝嗰陣，衫袍嘅長短一定要按照官階嚟定。3品以上嘅大臣衫袍可以拖地3寸，5品以上嘅只能拖地1寸，7品以下嘅官員衫尾一定要離地半寸。呢啲規定唔係皇帝心血來潮。有一次，漢武帝喺上朝嗰陣，發現朝堂上塵土飛揚，原來係因為大臣行嚟行去嗰陣，衫袍拖地揚起咗塵。佢即刻下令制定咗呢個規矩，既可以保持等級威儀，又解決咗實際問題。到咗唐朝，長衫又有新變化。開元盛世嗰陣，長安城入邊出現咗一種特別嘅職業——良醫師。呢啲人專門負責為達官貴人度身訂做長衫，甚至連衫尾拖地嘅長度都要精確到分毫不差。有一次，唐玄宗喺長安城微服私訪，見到一個後生仔着住拖地過長嘅衫袍，佢覺得奇怪，因為按照規定呢一種長度只有3品以上嘅大臣可以着。結果一查，原來係禮部侍郎個仔仗住老豆嘅權勢，私自叫良醫師改製咗衫袍。唐玄宗即刻下令，良醫師一定要喺衫入邊繡上官員品級，違者重罰。呢種制度一直延續到宋朝，更加發展出咗3長制度。宋史入邊就記低咗一個有趣嘅故事：宋仁宗時期嘅大臣范仲淹因為政績突出，被升做3品大員，但係佢仲着住以前5品嗰陣嘅衫袍。有人提醒佢該換新衫啦，佢就話：做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是乜咁在意衫袍長短？呢番話傳到宋仁宗耳仔入邊，龍顏大悅，仲特登下旨嘉獎。不過喺明清兩代，長衫嘅象徵意義達到咗頂峰。正統年間就有一個規定，文官嘅寶服上面唔只要繡有仙鶴、錦雞等圖案，衫袍嘅長度都要嚴格區分。1品大員嘅衫袍可以拖地5寸，每降1品，長度就要減少半寸。咁樣行喺朝堂上，淨係睇衫尾嘅長短，就知道邊個係大官，邊個係細官。古人點樣保護啲衫？講到古人點樣保護呢啲珍貴嘅長衫，仲有一個少有人知嘅典故。北宋年間，出名嘅詞人蘇軻喺做杭州太守嗰陣，就發明咗一種特別嘅護腳。呢種護腳用上好嘅絲綢整，外層仲包住一層防水嘅蠟布，着喺鞋外面，唔止可以保護長袍下擺，仲可以令到官員喺雨天都可以從容行路。呢個發明好快就傳遍成個杭州城。有一次，一個外省嘅官員嚟杭州拜訪蘇軻，見到呢種護腳，覺得好新奇，連聲讚好。蘇軻就將製作方法話咗俾佢知，仲特登叮囑佢呢樣嘢睇落簡單，但係可以解決大問題。呢位官員翻去之後都推廣開嚟，之後呢種護腳就變成咗宋代官員嘅標配之一。除咗護腳，
古人仲發明咗一種叫拂塵嘅工具。呢個唔係我哋而家見到嗰種用嚟裝飾嘅拂塵，而係專門用嚟清理衫尾嘅精緻器具。傳說呢種工具最早出現喺唐朝，係嗰陣時嘅宮女諗出嚟嘅主意。喺唐玄宗時期就有個叫高力士嘅太監，專門負責打理皇帝嘅龍袍。佢發明咗一種特製嘅拂塵，用白玉做柄，柄尾綁住幼軟嘅狐尾。每當皇帝行路嗰陣，佢就會跟喺後面，用呢種拂塵輕輕咁掃走龍袍上面沾到嘅塵。呢種做法之後就被其他大臣效仿，變成咗一種時尚。更有趣嘅係，到咗明朝又出現咗一種叫挑衫針嘅工具。呢係一根長大約1尺嘅銀針，一頭彎曲成鈎，專門用嚟挑起衫尾。據明宮檔案記低，永樂年間嘅一位上衣監太監就因為一次唔小心整爛咗皇帝嘅龍袍，特登打造咗呢一種銀針。由嗰陣時開始，只要皇帝要經過梯級或者唔平嘅地方，就會有專人用銀針挑起龍袍下擺。衫尾嘅加固工藝都係一門大學問。明朝嘅織造工匠地發明咗一種特別嘅織邊技術，喺衫尾最後3寸度用特殊嘅織法將絲線織得好密實。呢種織法唔止可以令到衫尾更加堅韌，仲可以防止磨損。據講嗰陣時嘅南京織造局有個老工匠專門研究呢種技術，練成咗一門絕活，織出嚟嘅衫尾又靚又耐用。清朝嘅滿族人喺呢方面都有好多創意。佢哋喺貴族衫服嘅衫尾度縫咗一圈金絲或者銀絲，咁樣唔止可以增加華貴感，仲可以起到保護作用。乾隆皇帝就好中意呢種設計，佢嗰件黃綢龍袍衫尾度就縫有一圈金絲，每當陽光照射，金光閃閃，好靚。呢啲精巧嘅保護方法背後，其實都反映咗古人對於禮儀同等級嘅重視。嗰啲好似好繁複嘅保護措施，唔止係為咗保護貴重嘅衫，更加係為咗維護着衫者嘅尊嚴同體面。始終喺古代社會，衫着唔整齊，唔止係個人形象問題，更加關係到成個官場嘅體統。獨特嘅環境維護系統。喺唐朝開元年間，長安城就有一個有趣嘅規定，凡係達官貴人府邸前嘅街道，都要設立專門嘅灑掃戶。呢啲灑掃戶唔係普通嘅清潔工，而係享有特殊待遇嘅專職人員。佢哋每日天未光就要開始做嘢，將路面掃到一塵不染。有一次，嗰陣時嘅宰相張說出街嗰陣，發現佢府邸前嘅路面唔夠乾淨，佢即刻召嚟負責嘅灑掃戶問原因。嗰個灑掃戶解釋話，前一日落咗場大雨，泥好難清理。張話聽完唔單止冇罰佢，反而賞咗佢一匹布，仲吩咐府上準備咗專門嘅清掃工具。呢個故事好快喺長安城傳開，其他官員都紛紛效仿，令到長安城嘅街道環境大為改善。到咗宋朝，呢種制度更加完善。東京夢華錄入邊就記低，連京城入邊嘅貴族府邸都設有淨地一職。呢啲人唔只要負責掃地，仲要隨時準備一種叫做掛米板嘅工具。每當貴人要出街嗰陣，佢哋就會用呢一種工具將地面刮到滑捋捋。明朝嘅朱元璋對呢樣嘢更加重視，佢曾經下令喺南京皇宮入邊設立專門嘅潔地司，底下有幾百個清潔人員。呢啲人分幾個等級，最高級嘅叫做御前正地，專門負責皇帝成日行嘅地方。佢哋用嘅工具都係特製嘅，掃把要用上等竹子編，抹布要用細棉布材，每日都要換。清朝嘅滿族人就帶嚟咗一種新嘅清潔方式，佢哋喺重要場合前會喺地面撒一層幼沙，然後用特製嘅木扒將沙面扒成齊整嘅紋路。呢種方法唔止可以保持地面清潔，仲可以增添幾分美感。乾隆皇帝特別中意呢種做法，就喺紫禁城嘅重要建築前都用咗呢種方式。最有趣嘅係，古人仲發明咗室內外分區制度。以清朝嘅王府為例，府邸通常分為外院、中院同內院。外院係會客嘅地方，地面都用青磚鋪，每日要用清水沖洗。中院係主人處理事務嘅地方，地面除咗用青磚，仲要喺上面鋪細麻氈。內院就係起居嘅地方，地面都鋪上好嘅地氈，仲要定期換。唔同嘅場合仲要採用唔同嘅清潔方式。
例如喺舉行重要典禮嗰陣，地面嘅清潔就特別講究。史料記低，清朝咸豐年間一次重要慶典前，御前淨地整整花咗3日時間，用羊毛刷同細布將太和殿前嘅地面擦到纖塵不染。就算係落雨天，古人都有特別嘅應對方法。喺啲重要場合，佢哋會喺地面上鋪專門嘅防滑木板。呢種木板上面仲有精心設計嘅排水槽，可以防止積水。木板嘅表面要用細沙磨到滑捋捋，行喺上面唔會滑倒，亦都唔會整污糟衫。唔為人知嘅智慧創新。喺宋朝，有個叫做沈括嘅大臣，唔止係一個科學家，仲喺三改良上有好多建樹。佢喺《夢溪筆談》入邊記低咗一種特別嘅活節衣袍。呢種衣袍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嘅下擺可以透過暗扣隨意調校長短，咁就可以保持威嚴又方便行動。呢個發明仲有一個有趣嘅來歷。據講有一次，沈括喺上朝嗰陣見到一個老臣俾自己嘅長袍冠倒，即刻好狼狽。呢件事俾佢啟發，於是佢就設計咗呢種可以根據需要調校長短嘅衣袍。呢個設計之後得到咗宋神宗嘅讚賞，仲喺朝廷入邊推廣開嚟。到咗元朝，蒙古貴族地又帶嚟咗一種四季衣嘅概念。呢種衫最大嘅特點就係可以根據季節換唔同嘅衣擺。夏天嗰陣用輕薄嘅綢緞，冬天就換成厚實嘅錦緞。更加巧妙嘅係，衣擺同衣身之間用特殊嘅暗扣連接，換嗰陣又方便又唔會留痕。明朝嘅織造工匠地喺呢個基礎上又有創新，佢哋發明咗一種3層護袍，最外層係華麗嘅錦緞，中間層係防水嘅蠟布，最入邊嗰層就係輕軟嘅綢緞。呢3層布料唔係簡單咁縫埋一齊，而係透過特殊工藝可以隨時拆分。遇到落雨天嗰陣，最外層嘅錦緞可以捲埋收好，淨係露出防水嘅蠟布層。清朝康熙年間仲出現咗一種萬福袍，呢種衣袍特別之處就係佢嘅下擺度有一圈暗格，入邊藏住細細嘅圓墜。呢啲圓墜嘅重量經過精確計算，既可以令到衣擺自然下垂，又唔會影響行路。更加妙嘅係，呢啲圓墜可以根據場合需要隨時拎走或者加入，真係好聰明嘅設計。仲有一個少有人知嘅創新，就係古人發明嘅雙層衣擺。呢種設計喺明清兩代特別流行，主要用喺重要場合嘅禮服上。外層衣擺用上等錦緞整，入邊嗰層就用比較堅固嘅綢緞，兩層之間仲會墊一層薄薄嘅夾層。咁行路嗰陣，衣擺就會自然飄逸，唔會貼地。乾隆年間嘅御醫監更加發明咗一種特殊嘅軟夾衣擺。呢種衣擺用特殊編織方法，將金絲銀線編成細密嘅網格，再縫喺衣擺入邊嗰層。呢種設計唔止可以令到衣擺保持形狀，仲可以防止磨損。據講乾隆最中意嗰件龍袍就用咗呢種設計，着咗好多都仲好似新嘅咁。古人喺衫着方面嘅智慧仲體現喺啲細節上，例如佢哋會喺衣擺入邊嗰邊縫一圈細細嘅鈴鐺，呢啲鈴鐺聲好細微，淨係行路嗰陣先會發出細細嘅聲。咁唔止可以提醒住衫嘅人留意腳下，仲可以令到跟住嘅人保持適當嘅距離，避免踩到衣擺。場合同身份嘅區分。講到古人對長衫嘅講究，仲有個有趣嘅故事。北宋時期嘅大文豪蘇東坡有一次要去參加皇帝嘅壽宴，按照規矩，呢種重要場合一定要着長到拖地嘅朝服。但係就喺前一日，佢見朝服唔小心俾雨水整濕咗，眼見時間緊迫，佢靈機一動，叫人搵嚟一匹布，即刻趕製咗件新衫。第二日上朝嗰陣，其他大臣都驚訝咁發現蘇東坡件衫竟然比平時短咗3寸。呢件事好快就傳到咗宋神宗耳仔入邊。宋神宗問佢點解會咁，蘇東坡答：臣聽過古語講，衫長誤事，衫短穿心。同著件唔啱身嘅衫失儀相比，不如著件短啲嘅衫專心祝壽。呢番話唔單止化解咗尷尬，仲令到宋神宗龍顏大悅。其實喺古代社會，衫嘅長短唔只要睇場合，更加要睇身份。以明朝為例，《大明會典》入邊就有詳細規定，
上朝嗰陣，文官一定要着拖地嘅朝服；祭祀嗰陣就要着特製嘅祭服；平時議事就要着方便行動嘅公服。有趣嘅係，就算係同一個場合，唔同品級嘅官着衫都有講究。洪武年間就發生過一件事，一個六品官喺參加公宴嗰陣，着咗件同三品官長度差唔多嘅禮服，結果俾人告發。朱元璋知道之後好嬲，即刻下令以後公宴一定要按品級着裝，違者重罰。到咗清朝，呢啲規矩就更加嚴格。康熙皇帝曾經頒布過一道旨意，詳細規定咗唔同場合要點着，例如上朝要着朝服，衫領要企起嚟，三擺要拖地，祭天就要着制服，三擺要短啲，方便跪拜。打獵就要着騎裝，三擺仲要更短，方便騎馬。乾隆年間仲有個特別嘅規定，所有參加科舉考試嘅舉人入試場嗰陣一定要着短衫，咁樣係為咗防止有人喺三擺度撞小抄。但係放榜嗰陣，考中嘅舉人就一定要換上長衫，呢個係身份嘅象徵。據講有個舉人因為屋企窮，買唔起長衫，就借咗件。點知件衫太長，佢行路嗰陣成日踩到，最後唔得唔用繩將三擺綁喺腰間。喺日常生活入面，古人仲會根據唔同嘅活動揀唔同長度嘅衫，好似去遊園賞花，一般會揀長到腳眼嘅衫；行山玩樂就會着到膝頭嘅短衫。至於做粗重嘢，更加要着到小腿嘅便裝。呢種區分唔止實用，都反映咗古人嘅智慧。最有趣嘅係喺啲特別場合，古人仲會特登準備幾套唔同長度嘅衫，好似參加婚禮嘅新郎，迎親嗰陣要着長衫顯示莊重，拜堂嗰陣就要換上齊整嘅中等長度禮服，玩新房嗰陣就要換上輕便嘅短衫。呢種根據場合換衫嘅習俗一直延續到清末。總言之，古人對於着衫長短嘅講究，唔止體現喺佢哋對美嘅追求，更加反映咗佢哋對禮儀、身份同場合嘅重視。呢啲獨特嘅智慧同創新，唔止保護咗佢哋嘅華服，更加豐富咗我哋對古代文化嘅認識。